继续关心受气候变迁的影响，即马地球的温度是愈来愈悬。虽说阿尔卑斯山长期结冰的石头土马，即马拢退冰扬起，有一块150万立方公尺的石头就规个放落来，即马伫当地造成救援人员爱赶紧甲1到300个村民赶紧撤离。另外，伫澳洲新南威尔斯这个所在是一直在上大雨，已经造成5个人死亡，也有5万人等人去救。救援直升机用吊索甲受伤的牛对瑞士闻名的观光胜地瓦莱州撤离。瓦莱州是伫阿尔卑斯山的山脚，冬天出世行程含热天健行的活动，拢真受游客的欢迎。但是因为全球暖化，今年春天到上尾的时阵，瓦莱州伫5月上低温是1度，气温愈来愈悬，造成长期冻结的岩石和永冻土解冻，一块差不多150万立方公尺正大的岩石愈来愈亮，一直对下骹出落去。为了安全，防撤离的有190只羊仔、26只牛、20只兔仔和300个当地居民。In der Nacht gab es dann nochmals auf der Nordflanke und auch jetzt ist eigentlich ständig Bewegung im Gebiet. 弄到的查甫主人当在接受采访的时阵，煞熊熊红拍灯，是因为查甫主人伫塞车的下骹发现一只规身躯拢土的牛仔囝，是欢喜甲叫出来。澳洲东部的新南威尼斯嘛，伫最近因为连续几天落超大雨做大水，规城人封闭得只好撤离家园，但是嘛是同款有差不多5万人受困。直升机来来回回是至少150摆，甲徛伫厝顶上悬的所在的居民救落来。当地政府讲大水至少造成5个人死亡，1万栋厝受损。A lot of people with a number of pets. We've had cats, dogs, budgies, a number of animals rescued as well. So there's been a lot of full boats that we've seen. And as I said, we're trying to get along to everyone and as many people as we can on these boats in these floodwaters. 这几十年来，澳洲除了经过可怕毁灭性的大火，这几年佫持续受到大水的侵袭。专家嘛，甲原因归伫气候的变迁。另外，伫中东地区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伫5月是破历史以来共一个月的上高温，24时来到51.6度，23是有50.4度。根据阿联的国家气象中心的数据显示讲，较早5月的上高温是2009年的50.2度，另外全年的上高温是2010年的52度。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。